Hello， 歡迎嚟到 Hi TV， 我係 Quinton， 今日同大家簡單開箱 Switch 2， 而家就同大家一齊開箱睇下呢部 Switch 2有幾正啦。但睇片前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好，我哋開箱啦！一打開個盒就見到部 Switch 2嘅主機同埋兩個 Joy-Con， 等我拆出嚟睇下有啲乜嘢先。喺裏面就有主機、兩個 Joy-Con 2，有兩條 Joy-Con 2嘅腕帶、裝蓋2嘅把手、底座、HDMI 線、充電線同埋變壓器。Switch 2嘅螢幕由以前嘅 6.2 寸升級到 7.9 寸，支援1080高畫質、120Hz 高刷新率、VRR 可變更新率，仲有 HDR 高動態範圍，令到整體畫面可以細緻流暢更加多啊！而佢嘅底座支援 4K 輸出、HDR 同 ALLM 自動低延遲，喺裏面仲有冷卻風扇。內置儲存量更加升級到 256GB，Switch 都係只有 32GB， 仲支援更加快嘅 microSD Express 記憶卡。新機同舊機嘅厚度都相當接近，但係 Switch 2嘅支架改用咗鋁合金嘅材質，卷軸式嘅設計，最多仲可以展開150度添。U 字形嘅支架設計比之前嘅單腳式更加穩陣啦。Joy-Con 2外形整體放大咗，有新一代嘅 HD 震動，新增咗 C 掣，一撳就可以開啟遊戲聊天選項。Joy-Con 2採用咗磁吸式嘅設計，安裝喺手柄或者係腕帶都可以話更快更容易。Joy-Con 插落嚟都好簡單，Joy-Con 後邊有粒掣，撳一撳佢就會自動鬆脫落嚟。腕帶嘅安裝方法都係一樣，拍一拍入去就好容易安裝得到。今次 Joy-Con 2仲新增咗滑雪嘅功能，放喺平面嗰度就可以用得到。而家就實測舊機同埋 Switch 2有咩分別啦。今次我哋就用 Pokemon 珠子嚟做示範，我哋同時進入遊戲，大概用咗7秒左右 ，Switch 2已經入到遊戲，但係 Switch 仲未入到。新機真係快咗好多，大概用咗20幾秒 ，Switch 終於入到 game 啦。我哋睇下戰鬥畫面啦，新機嘅畫面同畫質都真係細膩流暢咗好多。Pokemon 珠子啱啱喺 Switch 嗰陣推出，有好多玩家都話畫面唔流暢，一路玩個畫面就喺度窒下窒下，體驗感唔係咁好。我都係其中一個。有咗 Switch 2，可能我會重新玩過，對呢隻 game 會改觀啊！呢隻 game 之前喺 Pokemon Box 嗰度，大家想揾翻自己嘅精靈睇下佢個樣都撈好耐，而家 Switch 2好快就見到佢哋個樣啦。呢部機嘅運算比之前真係快咗好多。而喺開放式地圖之前 Switch 有好多嘅位置都未顯示得咁快，而新機好快就運算到，畫面更加好細緻流暢。再俾大家睇下，而家 Pokemon 嘅顏色同埋細節都更加清晰啊！跟住到我哋介紹 Mario Kart。Mario Kart 差唔多係每次任天堂出新機都會有嘅作品。今次新增咗新傳賽，同埋好似聽講有開放式嘅地圖。但係今次就唔做遊戲實測啦。但如果大家想睇嘅話，歡迎留言俾我，我係會開 live 俾大家睇噶。而家就俾住啲畫面俾大家睇下先。畫面非常順暢，就算兩個人一齊玩都唔會甩機啊！再開埋薩爾達王國之旅俾大家睇下，細緻到真係爆晒棚啊！每一條草都睇得清清楚楚啊！以前呢個過機畫面都要等好耐噶，而家眨下眼就已經搞掂。真係要講多次，畫面上真係比之前嘅 Switch 好好多。體驗感一流，有好多畫面唔使好似打咗格仔咁。仲有一樣嘢值得一提嘅，以前買虛擬遊戲卡只可以自己一個人玩，唔可以借俾朋友屋企人。而家新設咗一個新嘅功能，可以將你嘅虛擬遊戲卡借俾你嘅屋企成員玩。同埋提下大家記得開啟呢個電池充到 90% 就停啊！開咗之後會縮短電池嘅續航時間，仲可以緩減電池嘅老化添。今日開箱就介紹住咁多，如果大家想睇我打機嘅話，歡迎同我講喎。我哋下條片見啦，拜。